血壓唔能夠太高，太高會谷爆血管。如果谷爆嘅血管喺腦，出事血管下游嘅組織冇血液供應下會凋謝。呢一種情況病理學叫中風 stroke。如果腹部大動脈爆裂，咁樣嘅內出血會令人喺10分鐘內死亡。肝細胞會製造一個小蛋白質叫血管緊張素原 angiotensinogen， 佢隨血液去到腎，被酵素、腎素 renin 切去一小段，成為血管緊張素1 angiotensin 1 ANG 一隨血液去到肺，被酵素血管緊張素轉化酶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ACE 轉為血管緊張素2 ANG2 會透過血管壁內皮細胞上嘅 AT1 接收體，令內皮細胞分泌內皮素 endothelin， 令血管收窄而血壓上升。有一類需要醫生指嘅降血壓藥，針對抑制 ACE， 但令病人狂咳。其實俗語有云：冰封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睇醫生服藥，好似臨急抱佛腳。聰明人會選擇預防，比方每日服少少保健食品，防止 ACE 似脫韁之馬。呢個健康食品叫5強黃酮 quercetin， 又叫洋蔥之素